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又同大家咧研究一下六合彩攪珠啊！嚟到呢個第128期啊，六合彩攪珠咧就呢個11月5號星期六啊，晚上9點半鐘舉行啊！而截止售票時間咧，早嗰晚嘅晚上9點3啊！因為咧連續4期嘅頭獎都冇人中啊，咁所以有超過2600萬嘅累積多過嚟呢一期嘅。咁呢一期嘅頭獎基金咧會係3200萬嘅，祝大家運！嗱，其實咧計下條數啦即係即係成個禮拜都有人中頭獎㗎啦，係咪先？咁但係3200萬頭獎會唔會咧累積多倍又係唔會多3000萬咧即係呢個叫做高唔係高，低唔係低咁樣係咪先？咁大家知道啦，啲機器嘅頭獎都係方好多喺邊㗎啦，但係大家知樣嘢。咁有嗰句高不成低不就即係如果呢期半有人中800萬，一人冇人中就差唔多4000萬嘅，3800萬到啦，即係4000萬。但係最好是如果半注中係點咧？咁半注中係最難計嘅呢樣嘢即係點樣先嚟個半注中咧？呢個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嚟即係點可以買5蚊又可以中咧？咁大家知道一樣嘢啦，即係除咗即係所謂而家買複式或者膽拖咧，會有呢個半注，即係買5蚊啦，係咪先？依家其實咧，以前有一啲叫做固定投注指示嗰啲咧，即係以前因為唔好計2蚊、4蚊嗰啲啦，係咪先？5蚊嗰啲，因為嗰陣時轉10蚊注嘅時候係可以揀，可以話咁舊有嗰啲49個字嗰啲可以話可以買5蚊注定10蚊注㗎嘛即係可以話嗰啲。即係我咧有個忠實觀眾咧，咁其實佢咧就有啲 number 咧，其實佢期期都投注嘅，即係佢啲長買嘅，但係佢嗰啲都係5蚊注㗎嘛，即係佢5蚊係買單食喎，睇佢嗰陣時係固定投注指示係俾你轉一次嘅啫，即係轉咗就唔可以轉翻轉頭㗎啦，即係佢俾你揀5蚊同10蚊㗎嘛，係嘛？咁佢就勁啦，即係有時佢嗰啲長買啲 number 咧，即係佢長買啲 number 有時又會中所以話即係抵佢咁好運嘅不如講下上一期啦上一期係咩咧6啦、14、18啦、22、30、38啦，特別乜47啦，上一期就咁嘅係咪先？但係老實講又係嗰句啦，係咪先？即係你又話即係如果要講嘅時候，我就話覺得係咪啲似曾相識係咁講？22成日出嘛，係咪先？同埋咧，之前咪有人同我講過話咧，嗰個咩28號咪成日出嘅，大家好似又冇咗28號啦，好似有幾期冇見啦，係咪先？我都話落咗個勢係成日都要轉㗎啦。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嘅喎，係咪先？即係正如我哋成個超級大王盤39號同埋37號都未出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要同大家提呢兩個超級大王盤㗎啦，係咪先？就係39號同埋37號呢兩個咧呢兩個就唔開即係你諗下39唔開，37唔開，開咗個38出嚟，係咪即係咁講肯定嘅係咪先？即係兩個中間咯，上期咪講呢兩個中間咪就開呢個咯，啱嘛？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有3000萬3000幾萬咁樣啦，係咪先？呢啲又係好似即係去又唔係，唔去又唔係。不過老實講，好過其他嗰啲其他嗰啲彩池老實講係咪先？上一集都同大家講過啦，係咪先？六合彩先有咁高嘅彩池嘅啫，係咪先？嗰啲幾百萬四重彩4連環100萬累積多倍都要賣廣告咁老出嚟知六合彩嗰啲係先有咁高彩池先俾大家咩嘅啫，啱嘛？咁當然我哋都要講下啦，係咪先？嚟到呢個時候咁當然就係第128期82燈膽提供時間，因為咧因為咧真係要登下㗎啦唔登下即係呢個節目唔登就唔叫呢個節目啦，係咪？唔叫7749，唔叫82燈膽啦，係咪先？咁其實提供就喺呢個12、17、23、25、29、49重複一次就係12、17、23、25、29、49買世界左右咧就佢都好似計嗰條數，好似登咗成20幾期喎，唔知10幾期、20幾期啱啊！我哋呢個節目都係要提供，都要做指路明燈嘅，同埋你都咧發覺呢幾集嘅收視率開始上升即係繼續上升都多謝大家支持都係去翻 YouTube 好啲咯，係咪 ？Facebook 直播都係唔係幾好太少觀眾哇！今個星期好似又完喎咁下一次就應該下個星期二啦下個星期二嘅7749咧，就同大家見面啦，拜拜。